非常非常厉害，我们看谁厉害那么硬盯着。能不能放下来点？这个其实在座的各位都差不多，就看谁能心气体更加相结合，在这个适当的时候能展现出来，你就赢了。所以大家祝贺他们，谁赢都无所谓，是不是中国人也无所谓，这咱不分那么多。睇呢個啦，呢個好啦。好嘞，2个 round， 2 rounds， DJ，